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12。哥林多后书8章21節來講：因為阮都無好事，毋若佇主的面前，也是佇人的面前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阮佇你甲人的面前，攏都無好事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全能、聖潔、光明、正直的上帝，你的作為奇妙偉大，你的道正直完全，你的信實直到萬世代。主啊，願感謝你。伫阮的生命喜樂穩定，引帶阮行佇光明中，互阮佇世間人的面前，通為你來做見證。主啊，願感謝你無比的疼痛。主啊，你毋若呼召阮敬畏你，也愛阮活出榮耀你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學習佇每一天的行做頂面，攏通持守誠實。正直、清潔的心，互阮佇逐項事，攏會通互你來歡喜，因為阮都無好事，毋若佇你的面前，也是佇人的面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